啊，搁较无一个月就要过年咯。这个高雄专门咧卖年货的三凤鸡啊，去年这个时阵生意无甲来偌好，也毋过今年已经开始出现着采买的人潮咯。头家讲，可能是无法度出国的关系，目前这个三凤鸡啊，整体业绩比去年同期已经升涨4成咯。帮我用一斤，这个哦，好来。人客有够济，卖大料的生意真好。除了四小类像果子、开心果等等，要料理用的大料、虾米、干贝等等，香果上有销。天气冷，比较要煲汤的这些生意比较好。来看糖仔饼，人客一买嘛是规大包，有人是骑乌托邦来载，头家无用伫补货。我已经差不多补要几个月啊，爱补货补到过年啊。除了大料、糖仔饼、茶米嘛足好卖。最近包货包茶包到手都酸了。这是高雄三凤中街边乡时啊，就真侪人来伫买年货，甲永年同期比较起来，今年人有较济。就是不能出国啊，就是大家买一些东西啊，就去吃一吃这样。以前拢头半个月吼，较开始关济，人潮较济。这道你甲看这个场面，因为拢是过年前一礼拜人潮才会出现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生意有够好。今年疫情可能也不能出国嘛，所以大家比较有时间，所以今年生意特别好。应该会多3、4成的这种业绩出来。即嘛，好这头家一直补货，准备要应付刷落来的人流。另外一方面，嘛要准备试这的杯啊，饼业绩的同时，嘛要做好防疫。